吳哥，多謝你嚟，多謝你同我哋傾下香港願景嘅問題。嗱，我哋呢個香港願景對談咧，就每次都係希望揾到唔同嘅嘉賓，就借助嘉賓嘅智慧，一齊探討一下到底香港未來我哋應該點樣走。咁我知道煥光你以前都管過教育處嘅。係啊，一陣啦，唔係。我哋不如從呢個青年人講起先啦。好啊。咁而家最新鮮熱辣嘅話題咧，就我哋有一批年青人咧，就要從政，佢哋要組織參政嘅呢個組嘅團體啦。咁樣，你對年青人好似過往我哋都未見過咁嘅現象嚇，即係啱啱喺學校出嚟嘅人，甚至仲喺學校讀緊書嘅大學生，話要組織一個參政嘅團體去從政，你點睇法咧？我諗而家科技發展令到我哋大家都早熟啲嘅，所以大家有呢個參政嘅意欲，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好事嚟。嗱，我喺雨傘之後咧，都同過啲年青人都傾過幾次偈，其中有一次我都好清晰咁同佢哋講，我話你哋走勇武抗爭係死路一條。你剩翻落嚟走嘅咧，就要做一啲喺社會度做公民社會嘅踏實仔嘅工作，喺議會度要盡量爭取呢個空間，咁你呢個民主香港先至有希望。咁當時我講嘅時候咧，啲年輕人都係對我講，佢話林生你同我哋嘅世代真係差得太遠啦咁樣。咁但係我而家好高興，即係而家講翻亦都係連鬆啲啦，係嘛？咁而家至少有一個咁嘅團體都話，我都係要走議會政治咁樣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值得鼓勵。嗱，但係似乎而家即係政治上最活躍嘅年輕人咧，俾人嘅印象都係第一係會比較所謂偏激嚇，即係可能啲觀點可能會比較極端一啲啦。第二咧就好強調本土，甚至去到一個程度咧，即係認為要獨立添。咁你對於呢個現象，你又點樣睇法咧？嗱，玉成，我同你都年輕過啦，係嘛？我懷疑，如果我哋啲記憶唔係即係好褪色得太厲害咧，其實我諗我哋自己年輕嘅時候咧，都有我哋自己嘅理想，某個程度都有我哋自己唔同嘅激嘅，係嘛？當然你話係咪個個都走上街頭？咁當年嗰個社會環境亦都未必會係咁，但係你話心裏邊嘅思潮，係嘛？以當時嘅成年人睇落係唔係激咧？我諗都可能係激。我只反而咁樣提啦，你本土其實而家我同翻啲年青朋友講，我哋真正成個香港嘅本土嘅思潮興起係幾時咧？係我畢業嗰年1974年，我認為係咩？點解咧？咁長歷史流行文化，廣東本土流行文化嘅崛起。當年你記唔記得許氏兄弟拍咗套戲叫做《鬼馬雙星》，咁就出埋隻大碟。呢套我係戲迷嚟，呢套電影同當年嗰隻大碟咧，係破晒全香港有史以來華語片包括國語片嘅紀錄嚇。呢隻鬼馬雙星嗰隻主題曲咧，係破天荒喺英國嘅 BBC 第一次上佢英國電台播。當時BBC 嘅評論就係咩啊 ？It's a new era for Hong Kong。呢樣嘢我都唔知喎。係因為點解咧？我呢10年退休之後咧，我都比較關注香港呢個身份認同嗰個問題，所以我都做咗相當多嘅研究。咁啊嗱，當然真係咁樣。自從許氏兄弟出咗嚟之後咧，我哋呢個廣東粵語流行曲咧，就即刻變咗呢個成個流行文化嘅主導嚇。咁呢個主導係興咗成20年以上嘅嚇。嗱，呢個咧其實流行文化係最能夠反映嗰個嗰批居民嘅身份嘅認同。咁所以當時嚟講，呢一撮嘅浪潮咧，就真正係香港真正本土化嘅開始。咁當然後來有好多政治上嘅配套嘅，麥理浩嘅年代，公屋啊、新市鎮啊、廉政打貪啊、社會福利啊、勞工權益啊、免費教育啊等等，全部都係導致到咧我哋呢種當時叫做獅子山精神就係咁樣嚟噶嘛。嗱，嗰個就真係我哋本土思潮嘅起源係嘛。咁所以本土精神咧係自然嘅。亦都係好同佢當時某個地區、某個城市佢本身嘅成就好有關係。
譬如我哋當時70年代就係經濟起飛，咁啊經濟上嘅成就同埋戰後嘅新一代喺香港讀書土生土長大啦，咁我哋個自我嘅認同係強嘅。咁所以而家年輕人淨係講本土咧，佢唔可以忽略咗我哋呢一批前人當年嘅本土嘅經驗。但係回歸前後講本土有冇分別咧？英國人講嘅時候嘅本土同埋而家呢個好有趣嘅，呢個好有趣。其實70年代我哋講本土咧，我諗好多當時無論話其實讀大學嘅人好少嘅嗰陣時係嘛，即係但係稍微讀過下書嘅年輕人，當年年輕嘅朋友咧，其實都會有一種嘅感覺嘅。我哋呢個本土咧，始終唔脫離得我哋喺文化上、喺歷史上咧係中國人呢種咁樣嘅根。但係我哋向外看嘅時候咧，當然70年代就係啟蒙嘅年代，我哋開始啲同學去留學，我哋開始普及教育，於是讀呢個西方文化嘅嗰個機會多咗好多。咁就係開始咁樣拉開去咧，我哋就以你叫中國人又好，你叫我哋中華文化又好為根，以西方海外呢個吸收大量嘅知識為我哋嘅本，咁樣咧就係東西真正係 fusion 嗰陣時，咁所以我哋當年嘅本土思潮係好有趣嘅。譬如我自己用翻我自己嘅經驗，我一方面我係中國歷史迷嚟，我亦都係中國文化迷，我睇好多差唔多中國所有嘅小説我都睇勻晒。然後但係另一方面咧，我又會接觸到好多西方嘅經驗話，譬如 Snoopy 啊，杜魯福呢個新浪潮電影啊。然後呢個所謂西方嘅文化建築藝術啊，嗰個思潮啊、哲學啊等等，都係嗰啲年代學翻嚟，係嘛？咁所以其實呢個本土唔係一定話我排斥咗某一啲嘢嘅，只不過係你話我喺依個土地，香港呢個咁嘅土地，香港嘅土地最大好處係咩啊？萬元歸宗啊！我哋開放啊嘛，多元啊嘛，所以我哋乜嘢都可以吸入嚟嘅。我而家成日都同啲年輕嘅朋友講話，你記住喺香港讀書咧，係好幸福嘅。點解？你能夠讀中文啦，當然我哋本土，我哋自己本身嘅根源嘅語言，然後你能夠學英文，係嘛？你中英雙語一通咧，你接觸全世界80%嘅人口，嚇！你有邊個地方嗱？你新加坡讀書中文一定差過我哋，喺中國大陸讀書普遍英文會差過我哋，係嘛？咁你唔係好多咁嘅機會喎，所以你喺呢個700萬嘅城市，你唔讀好嘅書，唔讀好中英雙語，你就真係嘥咯。好嗱，但係如果好似你咁講，本土意識或者本土文化咧，起碼有40多年嘅歷史，點解近呢幾年先忽然之間呢個名詞走出嚟，而且好似變成社會上一個爭議嘅議題咧？依個咧我自己嘅分析咧就係咁樣。其實咧依個近呢10年，尤其是呢10年咧，係主要係同呢個政制嗰個爭議係有關係嘅。因為年青嗰啲關心呢個政治、關心社會嘅朋友咧，佢好可能喺呢10年裏邊嚟講咧，係抱住一種希望咧，香港嘅民主化係可以一步一步咁樣走落去嚇。但係忽然間去到某個位嘅時候，忽然間發覺，咦，原來我哋呢個所謂自決嚇喺一國兩制基本法之下嘅自決，原來去到政制呢個位嘅時候咧，係呢個關口係唔容易打得開，唔容易打得通。咁去到呢度嘅時候，最終咧就係終於就出現咗早2-3年嘅一啲比較大型嘅衝突。咁從而激發起咧，就而家一啲我始終都認為係死路一條㗎嚇，就係所謂要走獨立呢啲咁嘅極端本土意識嘅路線啦。其實我真係覺得，我唔記得咗邊個講嘅，呢啲唔係本土嚟嘅。你獨立咧，其實佢係反而將自己真正香港嘅根源咧係切割晒。嗱，呢度我唔知夠唔夠時間去講。我近依2年咧，我喺大學又好，喺其他嘅商會我都講過一個題目，就叫做香港從來未離開過中國。點解咧？150年，英國當年鴉片戰爭打敗清朝，以佢當時嘅武力，佢淨係要少少一個島，其實係好奇怪嘅事嚟嘅。日本都要台灣啦，俄羅斯要咗當年嘅俄羅斯帝國要咗蒙古啊等等。點解英國只係要一個小島啊？因為當時英國嘅着眼點咧，佢覺得佢一個咁嘅古老大國咁嘅民族，我唔搞殖民，蝕本生意嚟，難搞你啲人嚇。我只係要香港嚟做貿易。生意點解？港口好，佢係新加坡同上海之間最好嘅港口，所以佢督就係督住香港啫。嗱，
你有咁樣嘅背景咧，你可以睇到英國歷來對中國同對香港嘅政策係好 consistent 嘅，為咗貿易利益一樣嘢。太平天國內戰末年佢撐清廷，就係佢認為當時要保住呢個貿易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佢係第一個西方大國 break off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為咗保護香港嘅貿易，甚至乎第二次世界大戰佢堅持收翻香港，唔肯俾翻蔣介石，佢都係為咗保住呢個遠東貿易嘅港口。到1997年同中國談判妥協，一樣係為咗保住香港嘅貿易同埋長遠嘅經濟利益。所以英國人嚟講係好 consistent。咁為邊個貿易啊？英國喺遠東嘅貿易，遠東最大嘅貿易對手係邊個啊？由清朝到而家都係中國，係嘛？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喺經濟上，我哋從來冇離開過中國，呢個貿易從來都喺度運作嘅。第二，你話政治，我哋亦都冇離開過中國。我哋大家睇到由太平天國之亂到國民革命，到內戰，到抗日戰爭，到國共內戰，全部香港變咗咩啊？一個小小嘅桃花源。我哋有好多內地嘅人才，一戰亂嘅時候，佢去國，但係又唔想離鄉別井太遠，佢仍等機會翻返去嘅人就嚟咗香港。嚟咗香港，有機會又翻返去國家，翻返去自己嘅鄉下度做各種文化、經濟、投資，總之各種各類嘅活動。咁啊，香港從來喺政治上就同中國大陸有一個咁微巧嘅咁樣嘅關係喺度，係嘛？其實某個程度到而家都仲係喺度呢個。但係有啲人就話，點解我哋嘅即係青年人似乎係特別強調呢種所謂叫本土啊，甚至係抗拒叫做大陸化咁咧？有啲人就話係佢哋對中國了解得太少喎，對中國歷史又知道得少。你話係中國歷史迷，咁有好多年輕人咧，咁啊冇乜機會去接觸到中國歷史，對中國嘅現狀咧又知道得好少。好多大學生，有人話我知大學生咧，而家連深圳都冇乜點去過嘅，即係咁樣。咁係唔係問題咧？呢個係呢個係問題，我覺得係好可惜嘅嚇。嗱，我自己又用翻自己嘅經驗，我去到20幾歲大學最後嗰年，我先至第一次翻中國大陸。因為之前咧就我冇乜鄉下人嚇，亦都係去到深圳就已經當時要等人㗎嘛，唔俾你再去啦，唔俾你再去啦。咁我第一次去係1974年。點解我咁想去咧？就係因為我睇咁多中國文化、咁多歷史嘅書，可唔可以見識下呢個土地先？所以我由1974年去，但係嗰次都係唔去得好遠，佢唔俾我超越廣州。但係唔緊要啦，到7979年鄧小平一復出，1980年一開放，我就每年都同我當時嘅女友，而家嘅太太孭住個背囊，全中國周圍跑。你喺土地上跑，見識嘅真正嘅人民，見識真正嘅生活咧，同你讀書完全係兩回事，亦都係可以互相印證、互相配合。嗱，你就可以對成個土地、成個國家嗰個情況咧，係有一個立體嘅3D 嘅一個咁嘅思維。所以如果而家譬如大家讀中國歷史少，咁我而家都可以明嘅，中學咁多嘢讀係嘛？咁但係如果能夠多啲機會去國家周圍跑嚇，咁咧其實咧你純粹旅遊都得㗎，唔緊要㗎。你可以見識下呢個土地，見識下我哋嘅文化，見識下我哋而家真正嘅人民嘅精神面貌，唔係淨係喺旺角拖喼㗎嘛。我哋祖國真係多元多好多唔同嘅人係嘛，城鄉都唔同嘅啲人係嘛。咁你認識下呢個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喎，係咪先？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喺改革開放之前。嗰陣的確咧係到內地係好困難嘅，亦都唔容易俾你周圍走嘅。嗰陣時咧反為咧有啲年輕人希望了解國家嘅咧，就即係千辛萬苦都要去。我仲記得咧，好似係1971年香港大學第一次叫做祖國萬里行，當時嘅香港大學生會組織嘅，哇好轟動！去完翻到嚟咧，即係又搞講座，又搞展覽咁樣。咁啊當時都有呢種咁樣嘅訴求。而家反為嗱，而家好方便，老實講，你隨時去內地，反為好似有啲人冇乜興趣。但係其實我知道而家中學有好多交流團喎，不過可能啲交流團咧就太過 structure 得滯咧，有時可能啲同學做反而覺得好似你做馬咁嚇。
咁就但係無論如何咧，我諗自然啲都係好嘅。咁咧我都鼓勵啲年輕人周圍去跑啊！我覺得係你從邊個角度嚟講，你就算純實用嘅角度，一個咁大嘅國家、咁大嘅經濟實體，咁你都要睇真啲。事實上，而家亦都真係比過去多咗好多，譬如大學畢業生真係喺內地發展佢嘅事業啦。呢個事實上，我哋而家雖然冇100%嘅統計，但係至少30-40萬人係長期喺內地唔同嘅省市度長期工作嘅，係嘛？咁裏邊唔少係年輕人嚟嘅，咁所以我哋都唔係咁一面倒嘅。好啊，嗱，我哋休息一下，翻嚟再傾下香港嘅管治問題，係嘛？